真是苏康福喜来咧，我是中多会阿群妹。哦，不要大家真是苏康福喜来咧，今日看阿群妹真有法力嘅用嘅哦，冇唔錯，今日就要同大家來收嘅新嘅血咧，慈善面消防警票所又來了，也捌來到嘅第12屆，哇！按長嘅時間真係非常非常嘅久嘅。故說今日又要來請同大家來分享下今年有乜嘅神奇有感動嘅事情，細細嘅嚟分享。今日節目呢度有請到嘅來賓來分享下慈善面棒球發展協會嘅理事長蔡永堯分享師母。大家好，我是徐生明棒球發展協會理事長謝榮堯，很高興來這裡。歡迎師母，謝謝。對，一年一度又愛老師母見面，就係同大家來分享一下消防競票賽呀，今年攀到第12屆、第12屆了，對不對？來同大家分享一下今年舉辦的時間，係乜嘅時間哦？是什麼時候？今年在11月23到11月26，這4天，對，一樣都是為期4天，一樣，禮拜6日1、2就係亞西年，然後最重要的呢，就是我們這個總決賽跟這個我們的季殿軍賽跟我們的冠亞軍賽，對對對，係都要11月26號拜2，對不對？禮拜二。對，那這一次活動的總決賽黑都那一片在哪邊來舉辦？一樣，今年一樣在那個彰化的永靖。主球場是在永靖，跟去年一樣，跟去年一樣，主球場在永靖，8塊球場都在做那個初預賽，對，就在這4天來比賽，但是這個決賽的部分是在永靖棒球場。對，迄個有辦法去到現場嘅朋友，希望大家都得去到現場幫這些小球員加油，不然的話，沒做在曙光客家天師台啦。對啦，對，這個很重要。對，客家天師台，每位有邀請到請專業嘅轉播的團隊來做 live 嘅轉播，然後11點半我們可以在 YouTube 看到這個季殿軍賽，對，然後第下主頭1點半都得看到這個冠亞軍賽頻道跟 YouTube 同時就都得來收看，故說大家一定要鎖定咯。對。那依照往年啊，大家親期台就會這個對於少棒選手來講，地台灣算是很大的其中一個賽事了，很重要的一個賽事。到目前來講是這樣子。而且我們是世界少棒錦標，就是我們有這個世界的，有國際，對，我們是世界級的，有邀請到國外嘅團隊來到台灣來比賽，這一次也不例外嘛，對不對？對，這一次就來了4隊，4隊的外國隊。我們來介紹一下我們台灣的小球員即將要跟4隊這個國際的隊伍來比賽哦。對，有韓國就有2隊嘛，日本跟香港。所以有4隊。香港是不是在徐生明少棒賽第一次出現香港的團隊？其實在第4屆徐生明國際少棒錦標賽的第4屆，曾經有大陸隊有來過沈陽，他們的沈陽隊在大陸來講算是比較強的隊伍，因為他們的教練都幾乎都在美國的小聯盟在受訓。天哪！對，那後來就一直都。就沒有了，就沒有了。對，但是今年日本一吹，然後韓國有2吹，對，一隊是之前也有來過的順天，對，順天是去年的，也在4強賽裡面有搶到名次的，所以今年他們決定還要自己來，他們不拜託我主辦單位不能讓別人取代，很懂堅持，就是想要看可不可以再拿到更好的名次。對4強已經很厲害了，也是這次的勁敵。對，那首爾隊呢？是自費來的，他們跟香港都是自費來的，他們一直在要求。對，因為他說他們都報不到名，哇啊，所以那我就想說，好吧，那今年就讓再多了2個外隊過來，那這樣子的話，我們台灣的小朋友的那個比賽的可看性會蠻高的，而且因為大家會有一點像國際那個像國家代表隊的那種拼勁，想要為自己爭光。對，所以
我是觉得说可以啦。会激起他们的这个斗志，然后都在同滚滚一个春运很难得的机会，又是这一次大家来相见欢。故说要不三生二吹地度有西吹呀、国际的吹然后其他就黑台湾的吹那也是一样有非常多过去的这些强队，对不对？对，比如说龟山啦，龟山就不用说了，不用说啦，东元啦，东元、戏子，对，仁善啦，他们都是。真的是都是很强的，屠城好像这一次也打得很好哦。对，屠城台中这一边的，因为当年跟学生的状况不一样，教练的状态也不一样，很难说会有什么意外发生。因为就是人家所谓的球是圆的，对，不知道他会去哪里。故说大家真嘅做得來好好期待一下，今年嘅比賽上來會發生乜嘅事情哦。那不只是這樣，當然也其實民社幫發展協會一直就同認真啲嘅支持這些小朋友嘅到運動、打棒球，青重要嘅係唔單槍愛為運動，特殊咩當重要，所以照往年一樣，都是希望小朋友運文運武，對，這是我的宗旨。對，運動那功課咩愛好，所以這次也有這個獎學金，對不對？我們獎學金一直都是從第一屆開始，我一直都沒有斷過。對，那也有人。就比較無法理解，他們就曾經很關心，他們是站在好意的立場啊。師母，你募款那麼辛苦，為什麼還要給小朋友獎學金？我說那意義不一樣，我寧願很辛苦，但是要鼓勵一個運動員的孩子，他還要運動之外，他又可以把自己的功課顧得很好。這個就是我一直跟徐總在世的時候，一直覺得。他的心里一直有一個缺憾，是認為說，人家動不動就說體育員就是頭腦簡單，那四肢發達、頭腦簡單就不會念書，像牛一樣。可是他在他的理解裡面，他認為說，其實運動員其實是聰明的，對，比較能夠去做他的運動賽事，他專注在運動賽事的時候，他其實是還蠻聰明，他知道他要怎麼去排解掉他的紓壓啦，或者是場上的一些變化，他沒有一定的程度的話，其實是蠻難的。等於說，我們鼓勵他們，也把這份用心也放在功課上面。對，功課上面。對，畢竟人生路途很長，誰知道以後還會做什麼事情？對。那所以這個獎學金的部分我不會去取消掉，所以每一屆申請的人還蠻多的，一直都維持着。對。那這一屆第12屆了，當年師母都會非常絞盡腦汁的去想說要給今年什麼樣的一個主題。那今年的 slogan 是12有夢，成就完美。哇，對，成就完美，成就完美。其實師母一直都很辛苦，10年走過10年的計劃，11年。哦，竟然又可以繼續辦，然後到12年，對，那個有夢是一個點點點，有夢點點點，對，是希望他可以繼續做夢，是有這麼希望，但是很多的事情有時候不是你能料得到。對，我只能這麼說，很辛苦。就像我們吉摩耶帶到天寵的這2件衣服，昨天晚上8點才好熱騰騰的，趕快拿到現場。對，要晾涼就太忙了。今年這12屆真的狀況比較多。所以你看，甚至連宣傳錄影的前一天才拿到這一次的這個進入4強才可以拿到的衣服，8點才拿到，昨天晚上半掉。我本來以為今天是沒有這個衣服可以看到的，我因為之前就有先告知說可能什麼都來不及了，對，還好有看到了，我還蠻感謝廠商拼2件，拼2件出來。這用2呀3夫哦，就黑呀小朋友夢寐以求啊，都想要拿到4強，漳州的奏呀3夫，對，所以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期待哦，要不要給比賽？那其實我們也剛剛有提到有非常多厲害的隊伍，包含像是桃園龜山以強東馬該長途諾，今年在這個世界的賽事，這個威廉波特的這個世界少棒錦標賽有得獎哦，得到第2名。
亚军。对，哇塞，他们很厉害。这个赛事是一个很厉害的赛事。对，是比如说各国他截取出来的精英嘛，那就我们的龟山就是也打到总冠军，所以代表了那个威廉波特去打。哇，那能拼到亚军其实是不得了，不得了。对。所以台湾真的是呀，按董演了，对于棒球的这个热忱一直没有减少，一直都有维持这个热度。大家就懂好看野球，给董演大家可能在看职棒啊，在看啦啦队啊，有时候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小棒。其实对啊，确实因为啦啦队，大家也多多少少会关注到这个棒球的赛事。对，那要不要先引那个？棒球赛其实我当年都现场看，因为一起去转播嘛，我觉得那个看到的感受跟感动是不一样的。大家的分析或者是失落的表情，你在现场真的是一览无遗，但是同时你也感受到他们的努力，对，还有小孩子的纯真。我最喜欢的就是少棒的小朋友，喜怒哀乐全部写在脸上。但是他们很认真，付出了他们的努力。付出，对，那他们对一个可能失误的球或者是怎么样暴跳如雷，那可能就眼泪一把鼻涕继续守着。对，那教练在那边大吼，那一种场景，我是觉得说那是最真的。对，那这个在职棒就比较看不到，因为大人的世界真的那藏起来，那小朋友的真就是在少棒里面。没错，对。古时候大家聽錯我來準時來關注12屆嘅70名小棒金票，所以一下我先休息一下，不過下一趟節目轉了，我有一直陪伴這個徐生明少棒協會的一個很重要的夥伴，我來送節目，先休息一下，等下再個轉來。好，歡迎大家又轉到福起來咧。今日節目當中，我同大家來分享第12屆嘅70名亞少棒金票，所以我來期盼了到呀11月23到11月26分，讓大家去參加。希望嘅話，11月26咪做得看客家電視台呀，喺個 YouTube 做得看得到呀，少棒賽嘅轉播，家下有請這個師母來同大家來小嘅有相關一擺比賽嘅一條內容啊，一條團隊嘅消息，接下來沒有來邀請到呀一直以來親支持呀70名呀棒球發展協會嘅我們的夥伴，就係營養師美寶老師分享。Hello， 大家好。大家好，沒錯。好，大家好，我是營養師美寶，很高興來到客家電視台。哇，歡迎美寶老師，很開心。當然就會打田呀70名棒球嘅金票，所以就可以邀請到美寶老師一起來上節目。因為美寶老師從2017年就跟着師母一起來參加這個徐生明周邊的一些活動，包含這個贏在起跑點，贏是營養的贏。2017年就開始加入了，對不對？對。當初怎麼會找到美寶老師？聽說是有一個很奇妙的結緣哦，對不對？對，因為我記憶中是有一次徐總的感恩日，我回到家的時候，我們家門口有美寶貼的一個小字條，在鼓勵。對，然後我就想說，哎，這是鄰居嗎？對，那後來呢？粉絲，對他那寫得好溫馨，那突然心就很暖。那我就進去了以後，就趕快去洗澡弄一弄，以後我就趕快想說，這名字好熟，我到底在哪裡看過？對。那後來呢，我就趕快 Google 了一下，我就用手機趕快 Google 了一下，結果一看啊。沒有錯，是營養師，超有名的美寶老師。對，因為我記憶中那時候 Google 他的時候是在1個禮拜之前，就是剛好在電視上，他有去那個，所以我是在那一邊，所以我的記憶馬上連接起來，有印象，我就很感動。後來我就覺得說，哎，我一直要做一個協會，一直要做一個讓小朋友去
你要怎么吃，才能连接你的比赛。对，那这是一直都是我的心愿。那因为徐总以前在世的时候就讲过说，体育人只要吃得饱就好。那是一直就是有一点像胡乱吃，那再加上家境都不好，那只要有得吃就有体力就好了。所以他那时候也是心里有一点小小的遗憾，他认为说大家的生活现在都越来越好，那能不能避免掉不要胡乱吃的一种那个？那所以我马上就一直那一天的晚上就有一点小失眠，一直在想，矫健老师就在想说要怎么利用他，对，要怎么利用美宝老师来跟协会来帮忙这个区块，不晓得他可不可以。结果一聊起来，我就跟他聊了起来，对，他就说可以。然后那时候就很高兴，就会觉得说好哦，那我们就开始做。对，所以就带着他到处跑。对，刚刚有共斗这个赢在起跑点，其实他就是去学校去做这个营养的讲座，告诉小朋友要怎么吃，而且还有搭配一些活动，对不对？对，要不要跟大家分享印象深刻的活动？刚开始做的时候，带着美宝老师，我们就是有规划要怎么个方式让孩子用实境的方式去知道他们在吃些什么。那也有正确的饮食法，但是里面也有 NG 的食材。考试对，就是看他们就是在夹的过程里面，到底这些孩子他的偏好是什么？对，所以刚开始的几届，我们大部分都用自助餐。就是有动多给菜色，很多菜式，很多的菜色，对，我们先去自助餐，先去挑，挑完了以后，我们就排在那边，那美宝老师就上课，会先上课，先上课，那我们也不告诉他们说哪一些食材，就是尽量不要去吃，我们就尽量不告诉他们。后来到了小朋友最期待的，拿着餐盘，拿着筷子，就准备他们开始要，因为他们在上课的过程，他们会一直眼睛去瞟那个我们摆的菜色，对，他们就开始在瞟了，我们就知道，孩子在期待那个过程，所以那个过程其实是我一直以来最怀念。那我很好奇，他们都选什么？他在上面会摆出像是炸鸡这种 NG 的食物吗？也会香肠，对，香肠，对，香肠都是炸的，有一些什么那个红烧肉什么什么的，我们就是会排一些比较 NG 的，但是也有一些卤肉，也有一些什么卤鸡腿那种，卤鸡腿那一类的。那会有小朋友去夹 NG 的食物吗？多的嘞，会有，他们都很想夹。然后呢？可是他们会去瞟老师的，对，看一下，然后眼神贼的这样，对，可不可以夹？对，因为他们会去想说，这个就会看我的脸。感觉不太好，对我就尽量把脸撇开。那他们很精，他们会去看美宝老师，那个，他们就可能有的眼神飘到了，他们就觉得说，那老师这样子的，代表先不要。因为他们夹完要再给我看，给我们两个看，对，就是我看他那个美宝老师看因为我也知道已经是不适合他们我就那个他们就说这个不行原住民小朋友就很可爱，但就是透过这种实作的方式，让他们去知道这些东西可以应该吃，这个应该少吃，对，少吃，也不是说不能吃啦，只是说。对啦，就是如果你在比赛的时候，其实我们的课程里面就会告知说，这个还是少吃，那比较不会有状况或者是发炎的那个身体的机能各方面去妨碍到，然后可能会影响到你的表现。亚可能东。不管是不要说小孩，连大人自己可能都不一定会这么注重这件事情。很爱吃咸酥鸡。对呀，美宝老师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他们吃这种
比较 NG 的食物对他们的身体可能会有什么样不好的影响？其实刚刚师母提到啊，其实这些小选手，他们其实我觉得至少他们知道他们要夹蔬菜哦，会怕对，蔬菜一定要夹到，对，这个是才可以及格，对 pass， 对。但是他们有一些还是会喜欢吃一些油炸，但是就会告诉他们，在这个机会告诉他们，你还有其他的选择，不是只有夹香肠而已，你还有其他的选择，因为这个油炸的东西吃的太多，像油炸嘛，高温就会让你平常在练习的时候或比赛的时候，如果你有受伤了，或是有一些肌肉酸痛，不容易好。原来是这样，对，你的身体状况就一直没有办法赶上你想要的那个进度了。哦，这个很重要哎，因为我以前也不知道这件事情。真颖黑有去尝试吃比较健康的饮食，才会发现，其实精神是会变好的。对，那个小小的落差对于比赛来讲有多么重要？对，那个差很大，那差很大。对啊，其实差很大。对，所以就是透过这样子的方式去教他们。那赢在起跑点其实今年还是有在举办的，虽然没有这个自助餐的活动，但还是有其他的活动，对不对？对，就是做三明治哦，三明治让他们做三明治。对，后面大部分因为食材的问题，再加上我几乎都带美宝老师跑的都是偏乡比较多。那偏乡的话，一般来讲，有时候我们到的时间点。没有自助餐哦，不是用餐时间了，所以就做点心的方式。那再加上偏乡的地方，你要比较山上，你要有自助餐，有一点困难哦。对，平地比较多自助餐这种东西。对，但是我看那个照片，觉得小朋友都好开心哦。对，他们都很开心。对啊，美宝老师有没有印象深刻的回忆？哦。其实啊，当他们看到，因为其实我们今年我还找了另外一位营养师，在宜兰嘛，对，我们在内城国小，然后呢，这位营养师他也帮我们都准备了，在外面准备，然后其实小朋友他边听我上课，他就边瞄一下外面，好像有东西，等一下就可以吃了这样子，对啊，然后呢，他们就会先记住，因为我会告诉他说，你在做三明治，你的顺序是什么？哦，对，很专业哦，对，你要先那个面包，然后再加什么什么什么，他们在课程当中就要记得要先放什么，再放什么，并且我要告诉他们说，你在吃这种三明治其实没有一定要放美乃滋。对，因为美乃滋其实它这个就是比较不好的油在里面，糖分也比较多，所以我想要给他们一个体验，就是你可以吃一个很单纯的食物，一个餐点，但是它其实很营养，而且也很好吃。对，那我们里面还有加了一些像番茄、小黄瓜这些，他们自己要放哦，分组，然后他们自己放，然后流着眼泪放小黄瓜、番茄。对，然后呢，他们就会乖乖的放，但是放完之后呢，有些小朋友他们就会把它挑出来，贼的。可是我这个督学我会去看，他说怎么掉出来了？他们就说他不小心掉出来，我就说没有再夹回去。对啊，我就看着他咬下去，我才离开那一桌。我都会这样子。其实还是敢吃啊，只是心里面不爱，对，不爱。那我会跟他们讲说，你看它薄薄的那个小黄瓜很薄嘛，那个番茄也很薄。我说你咬下去那个口感跟肉在一起融合在一起，有时候。我说就酸酸的，不是很好吃嘛？然后他们就说但是董演的付出，按董演的努力会是有成果的。其实师母应该都有看得懂，很多学校教练给小朋友吃的东西都有一点点调整了。其实这个就是最棒的结果了。古时候其他的还有做的非常多努力，就係為到分野的打棒球嘅聲音呢，會有更加好嘅發展，更加健康嘅身體，還有多多內容同大家來分享前。休息一下，等下再個轉來。
好，欢迎大家又真到福起来咧！我是钟意群阿群妹，今日节目当中同大家来分享第12個慈善名小幫錦標賽又來了，又來比賽嘅，都由11月23到11月26號，歡迎大家去到現場來看比賽。希望嘅花妹做哋也都有11月26號下晝台灣時間做哋來看客家電視台有這個總決賽、冠亞軍賽嘅轉播 ，YouTube 未看得到，歡迎大家來關心台灣這個青春有嘅呀棒球呀比賽哦。韓國家下有講到，其實師母唔但槍對呀小朋友的這個運動表現當充實以外，對家的嘅成績、對家的嘅身體康健，全部都非常的重視，所以邀請到美寶老師一起來跟大家分享。剛剛有講到他們對於這個飲食的教小朋友如何去認識自己應該吃什麼東西以外，其實美寶希望他們在額外在主食之外，可以額外補充一點其他的食物，比如說水果也是很重要的補充，對不對？沒錯。你剛剛提到說不好的，像是那種油炸要少吃。對。那有什麼是好的，可以滋養身體健康？那就是蔬菜水果嘛。水果會是大家經常比較容易忽略的部分。對，像師母每天早上都有吃水果，哇，那就你看才能夠維持那麼好。是呀，我固定的。固定是呀，对，生活有一点无聊。師母是水果代言人，因為效果很好。就是其他時間不吃水果，我只有吃在早上那個時間點而已。對，所以我的生活其實是蠻無聊的。對，這個規律，其實養成習慣規律就是一個很棒的、很自律，因為有時候又可以維持抗老健康。我固定有蘋果，蘋果、奇異果。固定的兩樣，固定的，這個不變的，這兩樣應該都是很好的水果吧？因為有時候出去，像有時候趕高鐵，6點半的高鐵，第一班高鐵就會趕快到 7，那 7那對，有現成的，你就有現成的蘋果跟奇異果，拿了就可以上車了。對，拌麵每天都這樣，每天很無聊吧？好厲害哦！對，但是還有另外2種水果，幾乎都是看當季有什麼，比如說火龍果。那你們不用想象說我會吃很多啦，蘋果可能就是1/4，一顆的1/4。這麼少？對，那奇異果可能就是綠色跟黃色各2片，這樣子就4片。我們應該要吃多少量是最好的？師母很有概念，就是每一種吃一點點。我們可以大概就是每一次吃大概抓1個拳頭。所有水果1個拳頭，還是對，就是一次所有的水果1個拳頭左右。那真的沒有多少哎。對啊，所以你看哦，剛剛師母說1/4個蘋果嘛，然後那個奇異果一點點，就是綠色跟黃色一定有綠色跟黃色，那就是2片就1顆嘛。我就可以可能吃個2天3天這樣子，哇，就是切個2片啊，這個綠色的2片，黃色的2片，那個火龍果，對，看是紅色或白色，那你看火龍果這麼大，你不可能吃完，不行，那我就是1顆裡面火龍果我就可以分3天。哇，所以這樣子少少的量，那對於小朋友來說，吃的時間有限定嗎？因為師母可能選擇早上吃，那如果是小朋友，他們適合在什麼時間補充水果呢？我覺得小朋友因為他的身體狀況啊，他可能就是活動量也比較多，對，所以我覺得他倒不用說像我們一樣好像要養生的一個吃法哦。對，如果是大人，對大人控糖，我會覺得像是早上是吃水果最好的時間，因為其實對於血糖的震盪是最低的時候，晚上就不要吃。但如果對小朋友來說，我覺得他可以在飯後，譬如說在午餐或是晚餐早餐，其實就飯後，或者說他的那個下午茶空檔，他肚子也可以吃一點，然後再去練球，我覺得這都是一個很好的一個時間點。對，很好的補充，因為對他們來講，他們可能會去，我小時候還有福利社的時候，我們在吃完飯都會去買巧克力，就是買。現在小朋友應該買不到，他們學校現在沒有這種東西，幾乎沒有福利社，沒有福利社，那他們就可以吃水果啊。對啊，學校應該也會有那個水果可以吃嘛。哦，就是營養午餐後，我知道的是，因為我當志工也當了20幾年學校的志工，所以有時候就1顆柳丁。
橘子盛产的时候就一人花1颗橘子，对，那有时候小番茄花5颗。对，所以这样是很好的补充。对。但是有赏是比较讲给他的去比赛的时节，去到No Boy 可能水果也不太好保鲜。这个时候，美宝老师今天有带来大家另外一个选择，对不对？教大家。对啊，其实呢，今天带来这个是没有调味的，它就是也没有糖，没有额外放糖、盐啊之类，就是非常天然的果干。这个果干呢是今年的奥运。其实，在这个农业部，他有找我们台湾在地的这个农友，这个很好的水果，再请很优质的厂商来做成这种无调味的果干，送到巴黎，给我们的奥运国手来做营养的补充。因为他们在外面，其实有时候就是我可能我在很短的时间从 A 点到 B 点，或者在这个运动比赛之前了空档，可是他可能还是觉得说好像可以补充一些热量来帮助他当下的这个运动能量的补给，所以无调味的果干算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对，而且现在看真的是无调味，它真的就是很单纯，只有干燥，上面完全没有任何亮的东西。对啊，所以小朋友如果说要选择零嘴巧克力跟果干，或许其实爸爸妈妈可以帮他们准备这种，但是重点是没有调味。对，没有调味，就是让小朋友去练习吃到最天然的口味。不然就变蜜饯了。对，就变蜜饯了，不小心吃了一包蜜饯了，哇，慢慢的就变胖了。对，那不得了。所以啊，今天觉得儿童太要来分享的饮食也很重要。但是呢，如果当我们这些小球员，或者是我们自己好了，有时候不小心，可能去运动，我不小心太激烈，我最近滑 SUP， 我在划船，然后我就肩膀这后面的背就有一点拉到，有这种肌肉酸痛的时候，像对于小朋友，尤其是这些小球员来讲，对他们的影响就很大，因为给他的可能过没几天就要比赛了。那像这种状况，美宝老师有没有什么饮食上面的建议？不管是我们大人有一些肌肉酸痛啊，或者是小朋友他们要比赛之前有酸痛的状态，怎么样可以帮助修复？如果说针对身体的修复，我觉得有2个。一个是刚刚提到的水果，水果里面的维他命 C， 可以帮助我们的结缔组织、肌肉啊，这个修复的比较快。第2个部分，我鼓励大家可以多吃一点这种，就那个鱼，就是高脂的鱼类。比如说青鱼、鲑鱼这些就是像我们平常看到的一个巴掌大的鱼这种中小型的鱼类，对，虱目鱼也是很油的，对，那种油就是里面有 Omega 3脂肪酸里面的 EPA、DHA 都可以帮助我们身体的抗发炎。所以我觉得爸爸妈妈也可以帮小朋友多准备这些高脂的鱼肉。那如果说真的觉得比较忙碌或者是受伤的情形比较严重，那也可以适时的补充一些鱼油来帮助缓解身体的发炎状况。所以这大家后来记得哦，如果身体上有这样子的状态需要修复的话，就做得来是按用给饮食。那其实我们讲到受伤，这也是运动员很担心的事情。那我觉得受伤的状态，不管对于他们的运动表现，还有一种心理跟冲控，他们的心态都很重要。美宝老师前阵子也是有受伤，对不对？对啊，我觉得真的是不能一直觉得自己好像很年轻。就是呢，明明早上起来想要接个电话在床头，结果动作太快，就是我的肩膀就有点好像就是有点拉到还是怎么样。哇！那后来我想说，就是觉得好像自己应该是很健康，我就不理他。然后加上那时候工作又很忙碌，就一直放着，以为想说彻底的休息就是最好的照顾。其实我忽略掉一件事，就是当下其实如果说2、3天没有好，应该要去看医生。所以其实后来我就去复健科，发现有点状况了，是冷冻肩。哇！所以美宝老师要用亲身经验，呼吸卡拉 OK 儿童太高了，服用有一个铁三角的法则，对不对？来分享一下。对，所以呢，如果说有受伤的情形，我觉得大家都要了解说，饮食很重要，但是也不是说我光靠吃什么保健食品我只有依赖保健食品这样不够。然后呢，如果是我们平常有在运动员，你光是只有想说我那个运动好好的运动这个一直追求这个运动的比赛的成绩其实这样子也不行。另外的话就是休息，如果我只有彻底的休息这样不行，你就一定要这3个：饮食、营养，然后
运动，适当的运动，它也是一个很好的复健。第3个就是你运动完之后，你要给身体很好的一个休息，尤其是晚上，你晚上不要熬夜，然后有一个彻底很好的一个深眠的时间，也能够帮助身体做很好的修复。所以这个就是很重要的健康铁三角。没错，今天真的非常欢喜哦，就是借由徐生明小帮赛邀请到美宝老师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健康的知识。啊，不过青春有嘅係也替生意嘅齐生明小帮金票所又来期盼了。师母再跟大家来提醒一下我们的举办时间。今年是在11月23到11月26，4天在彰化永靖。对，主球场是在永靖。对，那其他的也有在大肚有5块的球场，没错，园林也有一个球场，那八卦山也有一个球场，就一共有8个球场。对，所以如果想要关注这个少棒的话，分享太家去都先从帮这些小球员来加油。某个发就同阿球妹共用到天使机头前哦，第啊11月26，早晨头11点半有这个季军赛，然后下晝頭1點半有冠亚军赛，求他2位小球员加油！今日什么师母跟美宝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谢谢，谢谢。没什么天使机头前观众朋友嘅舒康休息下，共下来做运动哦。大家知道有節目好看冇啊？我記得啦，我來福喜來嘅免數傾站，韓國話客家電視台嘅 YouTube 頻道，咪記得我來傾站聽嘅，韓國也影片嘅連結啦，記得我分享出去哦。